黃泉逆仙錄第2部，殺神盟。作者阿暖。第072章，范青龍調虎。天界來的武聖傳人，天王中得意弟子林浩騰，竟突然收起那囂張跋扈的氣焰，幾從任務剛開始便尋求跟范青龍合作。對方到底有何打算，牽涉又有多深，范青龍不曉得，他也不那麼在乎。當時他和曹彰正好完成對周謙的護送，拉開了他認為安全的一段時間差，林浩騰才找過來的。范太子剛剛有什麼事？林浩騰曾問道。看你和執事對附近搜索得有點執着。沒事，范青龍搖頭。在找水井呢？沒帶上斥候營的手下來，碰到這種狀況，有點尷尬。林浩騰並未追問。他道，既然任務兇險，不管出身如何都有隕落可能，何不集中力量，提高任務成功機率？范太子以為如何？跟誰合作？范青龍問。當然是宋營。林浩騰道，宋國不就是大天用以牽制南進的看門犬？此犬也放在外太久，也是時候要讓他們顯示對主子的忠誠了吧？據說宋營已經控制了水井之一，這正好是他們向范太子表忠的時機呢？那你呢？范青龍若無其事地問。我？林浩騰渾身止不住的眉頭，好不容易才壓住怒火。若以范太子所指，那生下我的武聖又是什麼？不敢說武聖閒話。范青龍道，那除了你爹是人王，你范青龍又算什麼東西？我忍你很久了，區天界犬類。曹彰。只見範青龍一手奪下曹彰的長槍，另一手則按在林浩騰的拔劍手上，然後哈哈大笑。早這樣不就好了？他道，我範青龍之所以進入殺神盟歷練，便是想極力避免狐假虎威這種事。我也不是不想要隱名遮臉，可晉升到7星之後，我的身份便再怎麼也隱藏不了。可我這7星殺神，是靠人王之名作弊而來的嗎？我范青龍算什麼東西？而你林浩騰又是什麼東西？同走一段，用彼此雙眼來見證好了。說罷，輪到林浩騰再哈哈大笑。好，他道，我就期望着領教這樣的范太子。只是剛才我話說得太順，把宋國斬得太低了。來，我帶你去認識一個人。我師弟宋仁勇，要說在宋這狗窩裏，有誰勉強算個人樣？我認為就是這個人了。殿下，這合作。曹彰傳音而來。我想，范青龍心聲回覆，周謙和徐郡主應該是調到查查的4時大迷蹤裏去了。這林浩騰剛剛不是說到，宋係已經控制了一座水井？那就是說，周謙那小子已被他們俘虜了，連同那個徐偉吟也。我想未必。范青龍道，林浩騰並未對我透露任何口風，要是偉吟已被他們控制，沒必要這樣做。我們且跟着他們，再見機行事。然後由林浩騰引介，把范青龍帶到宋仁勇和林靈素那邊。這才曉得，原來宋係主力門，也在等待查查的消息，不能讓查查跟他們聯絡上了。范青龍心想，而此事不好做得太過明顯。為了轉移視線，范青龍不惜自曝底牌，提出了2大條件，看來像是想要真誠合作，不能傷害偉吟，不能打其體內真龍主意。在這前提下，范青龍放棄搶奪妖女烏雅花花的頭顱。林靈素仿若未聞，畢竟只要宋仁勇在場，就沒他說話的份了，至少明面上尚是如此。甚至宋仁勇跟林浩騰也並未對視一眼。明白。最終由宋仁勇開口，此事一錘定音。范青龍也為對方爽快感到有少許意外，但仔細想想，宋仁勇應該是理解到對方立場了。人家怎說也是天朝太子，自然不會容許任何異性野心家去謀取真龍氣運。這是范青龍必須堅持的底線。
宋國沒有與之討價還價餘地。明面上是如此，至於最後是由誰僥倖拿到，並把生米煮成熟飯，則是後話了。在此，似乎不論宋仁勇或林浩騰，都沒把范青龍對徐偉吟的執着視為一個因素。畢竟這實在是匪夷所思，天朝太子怎可能會被個人感情掣肘？各位，林靈素這時道，距離查查夫人跟我們當初預定的會合時間，已超過了1刻鐘，這當中甚至連個自報平安的傳音都沒有，這已很難說當中沒有一點蹊蹺了。為了等待查查，我們半被逼的給踩在這個點上停留，因為這理論上該是四時大迷中的一個陣眼，可傳宋遲遲沒有發生。為了守住這個陣眼，這裏已不惜成為被餓殍圍攻的熱點了。現在是全靠貧道的扶陣支撐，才讓這區區3丈丁方的屋頂不至於被餓殍爬上壓塌。現在圍繞着我們的餓殍已逾3000，這個壓力貧道不是不能加強扶陣以支持，可是這消耗快狠就會變得捉襟見肘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是不是該把貧道的法力都保留在後面的關卡，而不是這樣漫無目的地等待一個不知能否返回的拖油瓶？宋仁勇緩緩看向林靈素，林國師的意思是要我在此放棄我父王鍾愛的寵妃嗎？這一幕被范青龍深深看在眼裏，這宋仁勇克制情緒的功夫做得不夠火候，他在為林靈素的涼薄感到心寒啊！范青龍心想，誤會了。林靈素道：查查夫人貴為7星殺神，這可是在此方天地裏最頂尖的7人之一，要為一名7星殺神擔心，這會不會有點？宋仁勇想要反駁，但被林靈素指住，就算他的4時大迷中不在最佳狀態，難道應對任何狀況不是7星殺神分內本事？再退一萬步來說好了，就算查查夫人真的碰上什麼麻煩而跟我們失聯了，他不是還死死攬着那個水井不放，在迷陣掩護下，誰也無法找到嗎？根據我方的探子回報，即使依循明主提供的古地圖前往視察，目前能確定位置的水井只有2個。由此可見，查查夫人依然透過迷陣控制着水井，而也由於迷陣未設，他應該也還沒有進入井中，也就是說，他陷入在某種膠着狀態裏。這是他作為宋臣為君鞠躬盡瘁的表現。難道我們不是應該好好珍惜，好把他拼命製造出來的局面轉化成對我宋陣的最大優勢？仁勇啊，林浩騰道，我認為這道士說的話有一定道理，就讓那黑袍妹子繼續用迷陣覆蓋水井，把所有閒雜人等摒諸門外，然後我們便去爭取剩餘下來的。這樣要是一切順利，那我們這方則有機會控制2個水井，甚至全部3個。要是做到完全獨佔，那就幾乎可說這個任務已成我們囊中之物了吧？林靈素這時突然一臉遺憾，根據探子最新回報，我們還能爭奪的水井只剩下1個了，位於西邊的那個已被南晉仲以和齊郡主聯手拿下。眾人聽着不禁一凛，低調到幾被遺忘的公子仲以卻是已經悄悄領先，而且他聯盟的對象一如眾人所料是齊靜茹，這是一個好機會。范青龍悄悄注意着宋仁勇的表情，要說那段宋齊聯姻的緋聞，宋方推出來的求婚者應該就是這宋仁勇了吧？可是此人聽到對方跟公子仲以走近，似乎完全冇感，這會是裝的嗎？宋齊為的聯姻之爭突然殺出一個南晉，這對宋國來說可是個大危機。反倒是宋仁勇身旁的天王中林浩騰，聽到了南晉仲以這個名字後，似乎禁不住有殺氣一閃而散。怎麼回事？范青龍赫然發現他看不清楚大局了。范太子怎麼看？這時林浩騰突然轉過頭來，笑笑看向范青龍。任務為先，范青龍道：
我不建議在這個階段就跟進係死戰，畢竟在任務的往後階段，也有可能需要利用他們的才情實力。所以，只有兩個選項了，留守等人，還是去爭奪最後的水井。我們四人舉手投票吧。贊成去爭最後水井的2票贊成。范青龍和宋仁勇都沒有舉手。那贊成留守等待查查的呢？見范青龍同樣沒有舉手，宋仁勇的手舉到一半，便苦笑放下了。好吧，我們去爭最後的水井。頻道將撤去扶陣，林靈數到時候將會有大量餓殍撲上，各位請作好心理準備。就在眾人起動不久，被棄於身後的那個屋頂匯合處，幾乎馬上就被餓殍們沒頂壓塌。讓周謙自個兒對付查查，應該沒問題吧？范太子心想，沒事的，偉人不是還有齊齊在保護着嗎？話說在四時大迷蹤裏，化身大武者的偉人，正在大發神威呢。本章節完。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黃泉逆先錄第2部或殺神盟。目前原文進度以每星期3章更新，歡迎訂閱電子版本或購買實體書。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。